切伊讲的道理拢回归到自身当中，回归到他的自心当中。所以呢，这个陈秀英讲师，互我相信伊有一个幸福的人生。伊先生讲吼，我袂晓讲道理，但是你要去到对讲道理，我就是早到不等。安尼有圆满无？无遮尔啊简单，有遮尔啊圆满，有遮尔啊。极好的讲吼，我要去对功课，我唔是，我感觉家坐火车去，啊无就来请请先生。所以呢，其实圆满的人生都是，所以咱圆满咱人生的缘，这缘是非常重要。缘是缘生缘灭的，伊是一个空性，它是一个空性，本来没有。比如咱人有啥会破病，病性本空，但是安怎？病从口入，咱的病是为咱食去的，甲咱生活起居无正常引起的病。哦，你若食太饱肚就腹肚痛，你足济，咱你胃肠也无好，就是甲你照惯，爱食遐哪大肠细肠无平均，你就会胃肠的病。所以，遮咱今日要圆满这个缘，爱透过修行的功夫，修。就是修改咱家己的脾气毛病，足简单对不对？讲起来足简单，但是无好做。拄则讲是来讲足清楚，但是佫有加一个行呢。行就是咱来去行功立德，爱道是伫咱的修道生活内底。啊，互项呢，即个去泰国，看到咱简经里写伫万国不等的欧巴，伊讲修行的功夫，各位先生。互我甲咱分享一下，互我即个去泰国谈着拄我即个修行的功夫呢。互我写伫遮，咱会当用手机啊，讲起来就简单。互我看即摆就记起来啦。不会的来学。各位先生，咱今日学咧即个，敢是你本来就会？毋是你学的，对不对？是功夫啊。袂晓来学。会知讲师敢是本来就遮个讲道理的，绝对不是。伊有后壁有足济伊奋斗用功的即个力，叫做精力。所以经典会知有讲，经典就是咱的财产，哦。甲互我嘛是共款啊，互我因为我到70岁伫道场所学习的，我以早36岁以前学的我拢袂记起来。但是36岁以后来到道场开始学习这些了后，我较真记出清楚。这叫做咱的经历，经历就是个财产。袂晓的来学，啊毋知影安怎？来问对，袂晓来问前辈者，问先必修。啊若毋对的咧，要安怎？毋对啊来改。安尼修行有简单无？但是要达到这意见，爱接近啥物？接近真理。你无真理，你绝对无法度人达到这三意境。安尼有简单无？所以在座诸位今日内底，今日互我，因为互我今年第一次来体会班，互我安尼看了伊比看到有做者新面孔，互我因为互。